来继续来看这个南港展览馆的洗钱案。 拍官司拍真侪档咯，高雄市议员陈志忠互判刑1年确定。这个议员的职务将会去互解除。早起陈志忠并无去议会，伊的太太黄瑞晶互判10个月，缓刑也就是假罪4年确定。因为法官认定伊是新妇的身份，正歹拒绝到大家吴淑珍的要求才会犯案，加上无前科，所以准伊假罪4年。 讲黄瑞晶这几档来生活拢真低调，有伫高中甲大学来教钢琴，嘛一直咧做家己热爱的音乐的工作。若陈志忠上紧1个月后就要去互关咯。接下来这个是大林埔的千春已经开世界说明会那这个要感谢市长高雄市议员陈志忠25号出现伫咧议会进行市政的质询，关心大南部迁村的问题。也毋过，这个身影伫咧刷落来会期，恐惊是看袂到啊。目前也是议员身份的伊，一透早并无出现伫咧议会。哪六个议员为送温暖，为是咧强调人家重要性。对高雄市的问政会有影响，因为我认为志忠是问政非常优秀。听妈妈的话，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有错，但是呢，对于一个成年人自己的判断，然后事实上是要有的，品格还是占第一重要。 南港展览馆的洗钱案件经过几年的诉讼，陈志忠互判刑1年定案。前一天伊无出现，只伫咧面册顶悬发文章表示讲，人生有好天嘛有歹天，拍断手骨颠倒勇，无论这条路是安怎辛苦，拢会勇敢行落去。为高雄打拼，为台湾奋战的心是永远袂改变。 捌做伙拍拼的战友，高雄市长陈其迈嘛是真唔甘。钟议员在议会表现非常的认真跟努力啦选举里面他也获得小港前镇区最高票。陈志忠的家后黄瑞晶是互判刑10个月定案。法官认定讲黄瑞晶是因为伊做人新妇的身份，真歹拒绝大家吴淑珍的要求来犯案。经过本案甲科刑的教训了后，应该袂搁再犯，所以允准伊假罪4档，并可罚金100万，免封关。 这几年来，黄瑞晶的生活拢真低调，有伫咧高中甲大学来教钢琴，嘛有办演奏会，一直拢咧做伊上喜意的音乐的工课。这边因为10几年案件，搁再一遍受到关注。那这边的判刑，陈志忠上近1个月了后会发监执行。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